大家好，又係我 Jackie 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單人質挾持事件。咁當中有人用奪刀術成功令呢個危機化解嘅。咁我都要再次強調，奪刀術係你別無他法逃走唔到啦先使用嘅。因為奪刀術你如果失敗，輕則重傷，重則咧係連命都冇埋嘅。大家千祈唔好睇完段影片之後咧，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亂咁去用奪刀術。大家一定要記住呢一點。呢單人質挾持事件係發生喺2025年嘅3月7號喺哈薩克嘅阿拉木圖機場發生嘅。咁影片見到一名男子俾歹徒挾持嘅時候，居然施展呢一個奪刀術，空手奪白刃，成功咗，令警方成功制服咗呢一名嘅歹徒。事件就係因為咁樣廣受關注。我哋一齊睇下原片，了解下事件嘅發展經過。Короче, тип заложника взял. Хорош! Жесть. Кино.根據聯合新聞網引用紐約郵報嘅報導，歹徒一開始其實挾持嘅並唔係嗰一名男子，而係一名嘅女保安。咁歹徒都聲稱自己其實係有炸彈喺身嘅，隨時可以引爆炸彈。跟住一名身穿啡色衫嘅男子就自告奮勇同歹徒去傾，喂，不如你將個女保安放咗啦，用我嚟做人質。咁歹徒答應咗啦，就將個女保安放咗。就換咗嗰一名啡色衫嘅男子咧去做人質。咁喺挾持嘅途中，呢一名男子都不停咁樣同歹徒傾偈，分散佢注意力。就喺歹徒分心之際，嗰名男子又即刻施展奪刀術，將呢一把刀成功咁攞走咗。警方咧亦都立即上前去制服呢一名嘅歹徒，最尾令呢件事件圓滿咁結束。嗰名英勇嘅男子就叫做阿布德拉伊姆。咁我一陣就叫佢做阿布啦，因為個名太長啦。佢今年52歲，有5名仔女嘅。咁其實包括我在內啦，唔少人一開始都以為阿布咧係警方嘅人，係可能談判專家之類嘅。但原來阿布當日只係去機場送別親友，咁啱經過現場嘅啫。佢聽到歹徒要炸毀機場，而且挾持住一名21歲嘅年輕女保安。咁阿布咧就決定自己去做人質，嘗試去解決呢一個事件。咁喺訪問中，阿布都透露自己之前其實係玩過拳擊、kickboxing 同埋武術，亦都係一個格鬥選手嚟嘅。不過都已經係好多年前嘅事嚟㗎啦。佢選擇今次會有呢個行動咧，都係出於佢本能反應，佢唔想有任何人受傷。首先，我非常敬佩阿布呢一個英勇行為。佢自己有家庭有細路，佢都願意去踏出呢一步，冒住生命危險去解決呢一個嘅危機。講真啦，呢個世界上有勇氣咁做嘅人真係少之又少。去到呢個位，我都想多謝各位嘅 fans 支持我，亦都多謝 YouTube 推薦咗一段嘅影片，因為有段講奪刀嘅影片觀看人數已經超過咗3000萬啦，破咗我呢一個頻道嘅紀錄，我都好多謝各位嘅支持。但係大部分嘅留言咧都喺度屌呢段影片嘅喎，佢哋就喺度話奪刀邊度有可能啊？
人哋配合你唔捉緊把刀先有可能嘅啫嘛。喂，你奪刀又會界傷隻手喎。咁喺我發布呢段 shot 大約1個月之後呢，就發生咗阿布呢單人質挾持事件。咁佢咁啱所做嘅嘢，正正就係我呢段 shot 想表達出嚟嘅概念。有見及此，我都會喺下一部影片呢詳細咁解釋我呢段 shot 其實究竟係想表達啲乜嘢，同埋回應一下嗰班鍵盤戰士嘅留言。其實阿布單嘢都已經有晒證據㗎啦。咁其實奪刀係咪真係痴人說夢，一定係冇可能發生嘅呢？咁大家諗下啦。咁有啲鍵盤戰士要扮瞓覺呢，我都幫佢唔到㗎啦。我居然喺留言區呢見到有人話阿布單嘢係假嘅演練嚟㗎，個歹徒呢只不過係配合阿布呢，佢個奪刀術先可以施展成功㗎咋。好啦，對住呢班人真係嘥口水嘅啦。我哋又翻正題，阿布單嘢其實除咗有勇氣，仲要有謀略、有技巧。咁以下呢，我都會分別就住謀略同埋技巧呢兩點呢去作出展述嘅。喺謀略上，第一，阿布同歹徒交流嘅時候呢，個表現非常之溫和，冇話嗰啲好有侵略性嘅行為啊，啲肢體語言，咁令到個歹徒都願意去接納佢呢個要求，令阿布呢可以成功近身，作出進一步嘅行動。第二點，阿布被挾持期間呢，都不停咁樣同呢一個歹徒傾偈，一嚟可以安撫歹徒嘅情緒啦，令佢唔好做一啲激進嘅行為。二嚟咧，亦都可以分散佢嘅注意力，令歹徒唔好將注意力集中晒喺佢手上面嗰個武器，咁佢就可以製造一個好好嘅奪刀時機啦。技巧上第一樣嘢，阿布喺歹徒捉住佢嘅時候咧，個身體都係非常之放鬆嘅，唔會因為阿布嘅身體緊張啦，而令歹徒放太多嘅注意力喺阿布嘅身上。第二點，阿布喺奪刀嘅時候，除咗奪刀手有大幅度嘅活動之外，佢身體其他部位咧幾乎都係唔喐嘅。其實詠春黐手都有呢一個概念，例如綁打、勒打，綁手喺另一隻手出擊嘅時候喐咗嘅話，對方就會好易察覺你想攻擊佢。勒打都係同一個道理，如果先觸碰對手嘅手喐得太大嘅話，都係好容易俾對方察覺嘅。正確做法就係一隻手喐嘅時候，另一隻手盡量唔好喐。第三點就係佢識將過渡動作結合為一個動作。一般人如果搶刀嘅話呢，係先捉實把刀再拉嘅，但捉實再拉就會變咗兩個動作。而喺影片中，大家見到阿布只係做過一個動作啫，就係拉同埋捉實係同時進行嘅，就減少咗過渡動作，變咗一個動作啦。一個動作有乜好處？就係歹徒感覺到你想奪刀嘅時候，把刀已經俾你奪咗啦，佢根本就冇時間去捉翻實把刀。咁一個動作有啲乜嘢壞處？就係對你嘅技術要求非常之高。咁如果你係兩個動作捉實把刀再拉嘅，咁其實你捉實嗰下，歹徒已經感應到你想捉佢把刀，佢已經可以有時間去捉實把刀啦。咁你再拉嘅時候，成功奪刀嘅機率就會大大咁下降。第四就係佢識順住虎口嘅角度去奪刀，順翻手部嘅結構喺最薄弱、最容易攞嘅角度去奪刀。呢點我唔多講啦，大家拎住支棍，跟住之後呢，掹下支棍，睇下點樣掹呢，係最容易掹到，你就明我講乜噶啦。第五點，有長期保持訓練習慣。你睇下布嘅動作乾淨利落、行雲流水，你又知佢平時一定有訓練嘅啦。如果唔係，冇可能喺咁高壓嘅情況之下呢都做得咁好嘅。大家可以諗下，如果一個鍵盤戰士平時淨係識得用鍵盤去到練拳嘅，咁你覺得佢有冇可能喺真實情況之下發揮得咁好呢？嚟到呢度，各位都應該有個疑問，佢唔係徒手捉住把刀嘅咩？點解佢隻手好似冇受傷嘅？咁佢有冇受傷呢？我哋其實唔知嘅，因為新聞報道都冇講過。如何去捉住刀刃而唔受傷呢？係有技巧嘅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史實歐洲武術 HEMA 嘅文獻。我喺網上就揾到一份1467年嘅 HEMA 手稿，文獻已經有記載點樣有技巧捉住刀刃去揮舞把劍，點樣去防止隻手受傷。其實網上亦都有好多 YouTuber 做過相關嘅技巧測試，點樣揸住一把利刃去揮舞把劍，隻手唔受傷嘅。雖然情況同阿布有啲唔同，但佢捉住刀刃呢一個技巧呢個概念呢，大家係值得參考一下嘅。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HEMA 點樣用技巧去捉住刀刃呢？我下面都放咗連結㗎啦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睇。我都好老實同大家講，就算我用咗呢啲技巧，我隻手好大機會都會受傷嘅，因為現實始終會有偏差㗎嘛。技術只係降低我哋受傷嘅程度，並唔係萬能㗎。呢個世界係冇一種技巧呢係冇風險嘅，一定會有嘅。但你又咁諗，如果你只係隻手受傷，但可以換取一個機會，好大概率可以搶到刀嘅，咁好大概率你又可以保到自己條命，
保到人哋條命嘅話，你覺得值唔值得呢？咁喺我角度嚟講，呢一手嘅叫做小傷啦，你保條命喎。我同我師傅都成日講呢句話㗎，你打拳頭交都會受傷擦到啦，你唔係諗住面對武器嘅時候，你可以全身而退唔受傷啊？你以為拍緊葉問咩？呢件事上面我得出咗4個重點概念，頭2個係謀略上，後2個係技術上。咁第一喺謀略上，你要表現得和善，冇乜威脅性嘅，咁歹徒對你嘅警戒心先會下降。嗱，但係大家記住啊，你本身天生個樣兇神惡煞，你又大隻紋晒身嘅，你學阿布咁樣去走去同歹徒傾，你嗰個歹徒會唔會騷你啊？嗱，第二點就用一啲比較親和嘅方式去分散歹徒嘅注意力。咁例如可能遞水啊，同佢傾偈啊，係比較好嘅。因為如果你突然間發出一啲巨響啊，喺度好緊張咁樣喝佢啊，你反而會令個歹徒咧更加緊張，去集中佢個注意力咧喺手上嘅武器嘅。技術上，第一就要減少過度動作，盡量將所有動作咧結合為一個動作，盡量一個動作去達成你嘅目的。第二點，你平時要不停咁樣練習你嘅技術啦，唔係嘅話，你冇可能喺關鍵時候咧發揮出嚟嘅。咁喺影片結束之前，我都再次強調，我唔係叫大家睇完段片之後要學阿布去做英雄，個個一有事嘅時候就衝出去救人，唔係嘅，咁樣你會害死自己嘅啫。我真係唔想大家會用到呢啲技巧，會用到呢啲知識啦，因為真係好危險㗎，稍有不慎咧會冇一條命㗎。我只係想各位真係咁不幸遇到呢啲事件嘅時候，多一個選擇可以去做。請大家一定要好好衡量自己嘅風險，先去做呢一個嘅行動。始終每一件嘅事件都係獨立係唔同嘅。其實阿布單嘢，只要個刀手係識少少挾持嘅技巧咧，成個故事已經唔同晒㗎啦。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段影片就會講下我嗰段有3000萬人次觀看嘅奪刀影片，究竟係咪喺度廢話喺度幻想呢？我哋下回再分解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